清明连假搁要来到，最近几天的本土确诊案例增加，台南市长会特别呼吁大家，连假期间一定要确实落实防疫的措施。同时，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伫厝内来制作，特别推广线顶祭拜的堆书平台，透过简单的系统操作，让民众会当堆书祖先，同时搁会当落实防疫。清明节到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清明节是国人扫墓重要一个节日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在3月7号的部分呢，民政局也更成立了线上祭拜一个 QR code 的部分，所以现在我们台南市总共有19个行政区有线上祭拜的这个平台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也非常欢迎市民朋友来使用。因为现在目前从去年到现在，已经高达有600多人出来使用这个平台，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，由各位媒体先进朋友的推广之后呢，这个平台能更广大的一个使用。因为现在因为疫情期间，大家走动有时候不太方便，也可以让身处在外地的朋友不用再回来在纳古塔来祭拜，在线上就可以使用。民政局长江林煌表示，目前线顶祭拜系统只要入去到平台网站，就会当透过简单的操作，拍祖先的名了，选择宗教，就会当进行制作。先人的追思崇敬我想大家这个心情大家都会有我们也希望说但是呢，现阶段在现在的由于这个工商时代大家可以线上购物，可以线上游戏，或是线上很多事情都发生在网络上。但是在未知的世界里面，在我们的先人的仙界里面，怎么样子去既缅怀他们，又追思他们，又能够对于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也多一层保障的。之前大家有看到有线上安太岁、线上拜拜，神明都可以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先人也是神明，那线上来追思缅怀线上的清明这个部分，我相信也是可以做的。目前台南已经有19个行政区的灵骨塔会当进行线顶的祭拜。民政局长表示，会陆续积极来整合大台南其他的区域，让民众人伫咧外地同款会当祭祀祖先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